炸西多比想象中簡單得多。大家好，我係梁子玲。中意食西多嘅朋友，以下咁多款西多，邊款最正呢？首先係港式西多士，煎出嚟、炸出嚟，各有咩利弊？開 party 想方便 share， 點樣變成迷你西多士？最後試埋喺英國食到嘅 French toast， 同埋邊隻糖漿最夾西多呢？ Blind tasting， 我 expect 一食就食得出嘅。用呢個籃嘅材料煮出經典嘅西多。去旅行突然想改變行程，但係冇網絡，想同屋企人聯絡，但係用 data 要就住，不妨試下用 Saily eSIM。Saily eSIM 只需要 download 一次，之後每次出發之前揀定 data plan， 一落機就有得上網啦，唔使再買 SIM 卡換 SIM 卡咁麻煩。無論係放大假2個星期，定係快閃2-3日 ，Saily 提供超過200個地區嘅數據選擇，由1G至無限數據都有，總有一款啱晒你嘅 trip。旅程入面上網揾路 ，upload 相、download 片，用 AI 令到旅程輕輕鬆鬆。Saily 可以攔截廣告，又有網頁防護，唔使嘥晒啲 data download 廣告，提升上網速度。Scan 你個 QR code 或者去我嘅獨家連結 saily.com/bpcooking， 用埋我嘅獨家優惠字 bpcooking 就有85折優惠。喺 Saily 買數據之前，記得確保電話有 eSIM 功能。而家就 download 定 Saily eSIM， 等下個 trip 少一樣麻煩，多一份樂趣啦！法蘭西多士，法文叫做 pain perdu， 意思係再唔食就冇嘅麵包，將就嚟唔要得嘅麵包重新變返做美食。香港叫佢 French toast， 係跟咗英國嘅叫法。傳統 French toast 多數係煎，甜食同鹹食都得。有以下5款材料就足夠整西多士。首先買方包，喺 supermarket 嘅方包有唔同嘅厚度，我揀咗 extra thick soft white toasty， 可以喺麵包上面嘅小 label 揾到 best before， 咁就知道條麵包新唔新鮮。呢一條 75p 係英國包裝。見到有人話白麵包唔健康，點解會有呢個講法呢？小麥可以分做3個部分，分別係澱粉質豐富嘅 endosperm、蛋白質豐富嘅 germ 同埋纖維豐富嘅 bran。因為白麵包通常淨係用最白最滑嘅 endosperm， 所以澱粉質豐富啲，食落軟腍腍。而全麥麵包用晒成粒小麥，雖然口感食落冇咁柔軟，但係纖維多啲，即係成日聽到嘅健康啲。一次過做2份，一份煎，一份炸，睇下有咩分別。呢款 extra thick 嘅方包，每塊 1.5cm 厚。新鮮嘅方包因為水分多啲，所以唔止吸唔到幾多雞蛋，而且浸咗之後好容易爛。隔夜嘅方包因為乾身啲，所以唔止冇咁易爛，仲可以吸多啲蛋漿。炸完之後外脆內軟。如果買返嚟嘅方包好鬆軟好 moist， 可以將方包 V 字形晾起，等表面風乾少少，直至到摸上手有少少乾身，但係唔硬。呢幾日英國好乾，呢2塊晾咗5分鐘，表面已經乾咗。Step 1， 搽花生醬。花生醬喺16世紀嘅時候用嚟舒緩牙肉痛。後來加拿大嘅藥劑師因為想啲冇牙嘅公公婆婆食多啲蛋白質，所以就加咗糖喺花生醬度。後來食譜經過改良，慢慢變咗調味料。以前我喺德國做廚師，成日都要由零開始整花生醬。呢一樽頂好牌花生醬2磅75，荷蘭包裝。平時搽多士用 crunchy 嘅花生醬，可以食到花生碎，非常過癮。整西多士用 smooth 嘅花生醬，容易啲將2塊方包黐實，炸嘅時候冇咁容易散開。攞一支匙羹，用背脊去滗，均勻 spread 開。
因為陣間會切走麵包條邊，所以唔使搽到太邊。如果唔想嘥咗條邊嘅話，花生醬可以搽得邊啲。搽晒兩塊，冚埋，唔使大力撳，兩塊方包就咁黐實咗。重複再做多次。一份攞去煎，一份攞去炸。Step 2，切邊。屋企冇麵包刀嘅話，揾一把有鋸齒嘅刀仔 （serrated edge）。唔好用死力壓扁麵包，輕輕力前後拉鋸齒刀，令到每個小牙都幫到手，橫切面齊輯輯。切晒四邊，切出嚟嘅邊唔會嘥。世界各地都有唔同嘅煮法。之前去聖馬力諾就見到有用麵包碎整出嚟嘅意粉。除咗用嚟整麵包糠之外，凱撒沙律嘅 croutons、麵包布甸嘅麵包粒、英國焗火雞嘅 stuffing， 好多時候都係條邊再切成粒。Step 3，飲雞蛋。紅獅子上集講過，另一個喺雞蛋包裝上面見到嘅 logo 有 RSPCA Assure， 呢個係英國皇家防止虐待動物協會嘅計劃，保證農場提供好嘅飼養環境。一份西多用1隻雞蛋，揀一個深少少嘅碟，唔使調味，將空氣發入雞蛋，發到起泡 frothy， 咁樣西多炸出嚟會蓬鬆啲。飲雞蛋如果唔想搞到隻手黐粒粒，有一個小貼士：手指夾住中間，然後飲勻4條邊。每條邊大約 hold 住10秒，俾啲時間方包吸收雞蛋。4條邊搞掂之後，輕輕放低麵包，等底同面都染到雞蛋。同整吉列豬扒嘅巧妙一樣，攞支竹籤吉起麵包，反轉，等麵包嘅最後一面都索埋雞蛋，乾淨利落。有麵包索5分鐘，令到麵包中間都索到雞蛋之餘，仍然保持完整。5分鐘之後，見到雞蛋已經少咗好多，麵包變到淺黃色脹卜卜。唔想用太多油嘅話，煎呢個版本就啱啦。攞1湯匙嘅油，開中火，等油熱熱地之後就可以落西多，同煎年糕一樣。唔使大火，唔使喐嚟喐去，用中火將一面嘅雞蛋煎到定型先。大約煎咗30秒，見到雞蛋定咗型，輕輕喐下佢，煎多15秒，開始聞到雞蛋嘅香味。用2個鑊鏟反轉，keep住中火煎埋另一面。同樣煎30秒，等雞蛋熟咗定型之後，輕輕喐下佢 ，feel 下西多士有咪輕身咗 ，crop 聲脆卜卜。當兩面都煎到金黃色，用2個鑊鏟夾住西多，每條邊煎15秒。煎嘅版本搞掂。想更加貼近茶餐廳嘅西多，就要試下炸嘅方法。落大半支油，厚過西多，令到炸嘅時候西多可以浮起，唔會掂到隻鑊。開中火，等油加熱到攝氏150度左右。
冇溫度計嘅話，放隻木筷子落油度，見到好似而家咁有 bubble 慢慢走出嚟就 OK。另一個方法可以放少少雞蛋喺油度，如果雞蛋慢慢浮起，冇即刻燶，就代表油已經 ready。麵包斜斜地放落油度，一落鑊已經完全浮喺油上面，聽到好細聲吱吱喳喳嘅油炸聲。keep 住呢個溫度，慢慢炸1分鐘左右。見到一面炸到淺黃色，反轉炸埋另一面，重複炸多一轉。見到西多越炸越脹，飆到有空氣喺入面，好似一個金黃色嘅枕頭咁。每一面都炸到好均勻，就可以夾起，傾乾啲油。有鐵架嘅話，當時兩面會凍得均勻啲。如果唔係，放喺廚房紙上面索下啲油都 OK。兩個版本放埋一齊較量下。雖然係用同一條方包整，但係炸出嚟嘅西多明顯脹啲、厚啲、大件啲。6面嘅顏色都一致。煎嘅西多顏色冇咁勻循，有啲位啡色，有啲位淺黃色。準備埋牛油糖漿就食得啦。Golden syrup 又叫做 light treacle， 由蔗糖組成。包裝上面嘅成分唔係寫 cane sugar， 而係寫 partially inverted refined syrup， 即係咩嚟呢？將蔗糖分解成為葡萄糖同埋果糖嘅過程叫做 inversion， 而咁樣加工過嘅糖漿就係 inverted syrup。呢個將雙糖變成單糖嘅過程，會令糖漿更加甜同埋更加稀，方便糖漿就咁擠出嚟。呢個加工嘅過程會唔會對身體唔好呢？因為身體消化嘅時候，同樣係將蔗糖拆開做葡萄糖同果糖，所以係唔會嘅。不過食得糖多會蛀牙，所以都係少食多滋味。呢個包裝係健力士世界紀錄最古老嘅包裝，罐裝1.75磅，擠擠裝1.8磅。罐裝同擠擠裝有冇分別呢？我哋兩個都試下。嚟一個 blind tasting， 我 expect 一食就食得出。罐裝會好似麥芽糖咁結，支咁多，佢超膠啊，好緊張喎！我估計佢係罐裝，因為佢香啲，甜之餘係厚厚地嘅玻璃，好滑，好潤。俾啲時間。呢個仲潤喎，呢個就係罐裝啊！原來支裝都潤嘅，但係呢個肯定係罐裝，厚好多嘅。唔通你俾同一個我食好啦？頭兩個都係罐裝嘅最後答案。諗到呢啲詭計，我覺得呢個係支裝，佢好似酸啲，係好味係甜，但係冇咁香。我有食晒兩個㗎嘛，係嘛？頭一個係擠裝。做咗呢個實驗之後，我認為佢都係有分別嘅，但係冇我未做實驗之前覺得分別咁大。超級市場嘅牛油有 salted 同 unsalted 兩款，揀咗 unsalted 會原價1.5磅，100% 英國牛奶製造。butter 嘅隔離係 spreadable， 佢哋有咩分別呢？喺我讀書嗰個年代，好容易見到 margarine， 但係而家嘅超級市場幾乎揾唔到，因為以前嘅植物牛油好多都經過 partial hydrogenation， 呢個過程會產生反式脂肪，增加患心血管疾病嘅風險。所以植物牛油後來都改良咗 margarine 呢個名，亦都越嚟越少用，取而代之嘅係 spreadable fat， 可以搽嘅油。
margarine、vegetable spread、butter 同埋兩隻溝埋嘅 butter blends 都係 spreadable， 所以買嘅時候最好睇下成分。切一嚿冰凍嘅牛油，淋埋糖漿，港式西多士。炸嘅版本蛋味好香，中間好鬆軟，條邊零舍脆。凍冰冰嘅牛油有啲溶有啲未溶，對角切一半。花生醬湧出嚟，唔止非常香，仲有少少鞋霎霎嘅口感。煎嘅西多都好好味，雖然冇咁脆，但係用嘅油少好多，食落冇咁油。喺屋企想快手嘆件西多嘅話，慳好多功夫。加多一杯凍奶茶，簡直係冇得輸嘅下午茶組合。子玲想睇 party finger food， 幾時會有？即刻有！整一個開 party一人一件，方便 share 嘅迷你西多士。搽完花生醬嘅方包，去邊？切成細細件。呢度12件，相當於2份西多。打勻2隻雞蛋。如果個爐唔夠大嘅話，唔使一次過放晒全部麵包，炸幾多落幾多，免得未炸嘅麵包浸喺雞蛋入面太耐。目標同樣係令到麵包索晒蛋漿嘅同時，仍然保持完整。用竹籤幫手，令到雙手唔會掂到雞蛋。準備攝氏150度嘅油，中火慢慢炸，大約3分鐘。間唔中喐下迷你西多，令受熱均勻啲。麵包冇咩水分，彈到油嘅機會細好多，亦都唔使擔心麵包唔熟，係炸嘢好好嘅入門。見到件件炸到金黃色，遠睇有啲似炸豆腐，第一批搞掂。喺第一批擎乾緊油嘅同時，落第二批，分批咁炸，唔使一次過兼顧太多嘢，壓力都細啲。全部迷你西多炸好晒，擎乾油，新鮮熱辣上碟。想有少少牛油嘅香味，可以切成細細粒放埋上去，淋埋糖漿就大功告成。攞幾支竹籤就可以開心 share 啦，刀叉都唔使用，一人一件，每件都有牛油同埋糖漿，開 party 啱晒。炸完西多嘅油可以點處理？炸完嘅油如果冇味道，顏色冇變深，一般嚟講可以再用瀝或者廚房紙過濾雜質。再放返喺乾淨嘅器皿，避免同其他油撈埋。但係如果油已經變色，聞落有味道，低溫已經會出煙，好可能油已經氧化，就唔好再用。
如果唔想 keep 住啲油，點做呢？因為油凍咗會凝固，有機會塞住水管，所以唔好直接倒落星盤。如果油嘅份量唔多，等啲油凍咗之後，用報紙、廚房紙或者唔要嘅紙吸乾之後，好似一般垃圾咁處理。如果油嘅份量好多，建議將油倒入樽度再回收。食油嘅回收每個 council 嘅做法可能有啲唔同，我住個區就可以攞去 Household Recycling Centres 回收之後用嚟發電。最後現場試埋喺英國餐廳食到嘅 French toast 啦。通常喺茶餐廳食西都係下午茶，但係而家早餐呢個甜嘅 French toast 係煎嘅版本，染完一啲 custard 一啲蛋落去煎，有一個 whipped cream 喺上面，有好多生果，香蕉、士多啤梨、藍莓，唔係兩塊麵包夾埋，中間亦都冇花生醬，又唔似我哋有成嚿牛油可以喺度搽下。麵包切開係好白色，喺超級市場冇見到咁厚嘅白方包，相信佢係自己切成呢個厚度，佢唔係淨係雞蛋溝咗糖同牛奶，所以食起上嚟係結啲 heavy 啲，腍過平時茶餐廳食嘅西多好多嘅，鹹鹹地，配埋個 whipped cream 同埋 syrup 就變咗甜啦。因為喺茶餐廳食嘅西多全部都係甜嘅。今次係我第一次食鹹版嘅 French toast， 一嚿炸雞同埋一個 poached egg。鹹版係貨真價實，完全唔甜，真係鹹。甜版嘅 French toast 係 soaked with custard， 而佢係冇 custard， 淨係雞蛋，乾身啲，冇甜版咁似梳芙梨。喺屋企炸嘢食唔容易，控制油溫、善後功夫，仲會有好大油煙味。希望今集分享嘅做法有令到炸嘢食冇咁難。如果你哋都有炸嘢食嘅小貼士，歡迎留言討論下。我自己覺得今次嘅 blind tasting 好有趣，你哋覺得呢？想支持我哋嘅製作，歡迎加入成為會員，或者試下右下角嘅超級感謝功能，亦可以 share 俾多啲親戚朋友睇，同埋 follow 我嘅 Instagram。